多谢众人来看选举消息。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甲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早起落到西雅去拜票，嘛有到葫芦寺去拜拜。因为行程时间巧妙安排了真好，所以讲无拄到。针对这个陈时中接受电视节目的专访，讲做防疫指挥官的时会承受真大压力。伊讲时间定来，伊未接这个指挥官。这个话一个讲出来，引起对手阵营的批评。黄珊珊透早更加是直攻网界选区。早安，到帅！早安，到帅！社市场扫街拜票，国民党的蒋万安亲自镇压票仓树林北投区，共一个时间点。疫情早退，经济早日振兴。民进党的陈时中同款出现伫咧树林北投区葫芦寺拜拜，两人拢安排这两场行程，不过会知影前后多好拢无同到，敢讲我是王不见王。我的行程其实都很早就规划好啊，其实我就是维持自己的步调跟节奏。就算两人行程无定下，不过政府嘛是真严。前日讲陈时中接受电视节目专访，讲到过去担任指挥官的日子，但是回顾疫情进程，未想要做防疫指挥官。心情的压力都非常的大，如果再来一次，我也不见得承受得起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的事故。公务集团无甲几个人系列咧，就算即马陈时中已经把指挥官的亏死掉，对手嘛无按什么放一耍。这绝对不是说你双手一摊跑来选台北市长就可以逃避责任的。谢谢啦，拜托啊。除了蒋万安和陈时中的行程小定下，会知黄珊珊嘛来到艋舺选区。万华从来不是破口，万华是受害者。这句话从来都不是出自于我嘴，我一向的讲法就是我们的敌人是病毒。选战就要到，陈时中嘛是直直去南北改革，让胜赢胜输投票日迄天就知。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